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MyVice 呢個頻道，我係 Stephen。大家有冇發現呢？一段關係入邊最傷人嘅一句說話呢，好多時都唔係話我唔愛你，而係話你根本都唔明白我。最近呢，我重睇翻《花束般的戀愛》，有一段呢一直都停留喺我腦海入邊。電影一開頭呢，男女主角都因為同一本書、同一首歌、同一類嘅電影走埋一齊。佢哋傾偈嘅節奏啊、興趣啊、價值觀呢，甚至乎一啲好冷門嘅喜好呢，都出奇地相似嘅噃。咁嗰一刻呢，佢哋都認為自己終於揾到一個真正明白自己嘅人啦。咁但係幾年後呢，佢哋都係分開咗，唔係因為背叛，亦都唔係因為唔再相愛，而係兩個人開始覺得呢，對方已經唔明白我啦。嗱，點解人咁渴望揾到一個真正理解自己嘅人呢？究竟被理解對一個人嚟講，點解會咁重要啊？嗱，喺《人性的弱點》入邊咧，卡內基就引用美國哲學家一句好出名嘅說話啦：人類天生最深層嘅衝動咧，就係渴望自己成為一個重要嘅人。咁但重要呢兩隻字咧，可能同大家想象嘅有啲唔同。大家可能都以為重要係代表有錢、有地位、有成就啦。咁但係其實卡內基唔係想講呢樣嘢。一個人覺得自己好重要，係因為有人願意看見自己。嗱，你試幻想下，當你放工返到屋企，另一半望住你講一句：你最近好似真係好攰喎。嗱，可能就係呢一句咧，已經令你好感動啦。因為真正令我哋感動嘅咧，往往唔係一句安慰，而係你知道原來一直有人留意住我噶。原來我嘅感動咧，係有人放喺心度。咁所以我慢慢就會明白，我哋渴望被理解，未必係因為有人想認同自己，而係因為咧，當有人願意理解我哋，其實就代表一件事：我嘅存在對某個人而言咧，係重要嘅。而呢種被看見、被重視、被接納嘅感覺咧，正正就係每一個人內心最深層嘅需要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真正渴望嘅咧，未必係有人認同自己，而係有人咧願意去理解自己啊。咁但係如果每一個人都咁渴望被理解，咁點解喺最親密嘅關係入邊，成日都聽到一句就係：喂，你根本都唔明白我嘅。咁到底發生咩事呢？會唔會真正理解一個人本來就係比我哋想象中困難呢？嗱，心理學其實一直都有研究呢個問題嘅噃。咁首先咧，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就叫做投射效應。佢指出咧，我哋永遠冇辦法直接知道另一個人諗緊啲乜嘢，我哋只能夠根據佢嘅表情、語氣同埋行為去推測嗰個人嘅諗法嘅啫。嗱，例如啦，另一半今日回信息好慢，咁你可能會諗：喂，佢係咪開始唔着緊我啦？但對方真正嘅諗法可能就係覺得：喂，我今日特別忙啫。我哋以為自己好理解其他人，但其實咧，我哋只係理解自己腦海入邊對佢嘅想像嘅啫。除此之外咧，心理學仲有另一個概念，佢就叫做天真實在論。嗱，每一個人都傾向相信自己睇到嘅咧就係客觀嘅事實啦。咁但係事實上咧，我哋每個人都帶住一副由成長背景、價值觀、經歷所組成嘅濾鏡，同一件事，唔同嘅人咧就會睇到完全唔同嘅世界。例如男朋友成日加班，佢就覺得我努力做嘢都係想俾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將來啫。咁女朋友就會覺得：喂，如果一個人真係咁重視另外一半，就唔會日日加班啦。嗱，兩個人都唔係講緊大話噶，都唔係要故意誤解對方，而係因為咧佢哋對愛一個人應該點樣表達，本身就已經有唔同嘅理解啦。咁所以咧，兩個人睇到嘅咧，雖然都係真實嘅感受，但未必咧係真相嘅全部。嗱，講到呢一度啦，咁可能有人會問：咁係咪代表人係永遠都冇辦法理解彼此嘅呢？嗱，我嘅答案咧就係未必嘅。但首先咧，我哋可能要重新定義乜嘢叫理解先。嗱，好多人以為咧，真正理解一個人咧，就係完全知道對方諗緊啲乜嘢，或者感受緊啲乜嘢啦。咁但係真正嘅理解咧，從來都唔係完全知道嘅嗰種狀態。嗱，冇人咧可以100%走入另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噶。嗱，所以真正重要嘅咧，唔係我已經完全明白你啦，而
而係我願意努力去理解你。留意呢兩句說話相差好遠，一句咧係關於結果，而另一句咧係關於態度。我願意努力去理解你呢一種態度咧，就稱之為同理心。嗱，同理心咧唔係急住分析對方、解決對方嘅問題，亦都唔係一句我知你咩感受咁簡單。嗱，同理心嘅意思係我願意暫時放低自己嘅角度，走入對方嘅世界，理解佢點解會有呢一種感受。咁例如啦，當朋友同你講，我最近真係好攰，好多時我哋第一時間都會答，咁啊辭職咯，唔好做咯，其實都冇乜大不了啫。但係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佢咧，就唔好急住俾答案住先，停一停，問下佢，你最近係咪發生咗咩事啊？係咪覺得好辛苦啊？嗱，因為有時一個人需要嘅咧就唔係解決方法，而係有人願意首先理解佢。嗱，心理學咧仲提出另一個概念，就叫做無條件積極關注。意思即係話，即使你未完全同意對方，甚至未完全理解對方，你依然願意尊重佢，接納佢作為一個人。而呢種尊重咧，唔代表認同佢所有行為嘅噃，而係承認每一個人咧都有屬於自己嘅經歷同埋理解世界嘅方式嘅。咁所以真正令人感動嘅咧，係當一個人知道佢未完全理解你，但佢仍然願意放低自己嘅假設啦，繼續聽你、靠近你同埋重新認識你。嗱，或者真正嘅理解咧，唔係一句我明，而係一句我可能未完全明，但係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啲俾我聽啊？嗱，講到呢一度咧，我哋已經知道真正嘅理解咧，唔係話讀懂一個人，而係願意去理解一個人。但個問題就係呢一種態度點樣落實喺日常嘅對話入邊呢？嗱，我哋可以試下用好奇心做假設嘅，因為當我哋開始咗假設咧，就會停止理解啦。只有保持好奇，我哋先有機會咧係知道對方真正經歷咗啲乜嘢嘅。咁例如啦，朋友話：我最近真係唔想返工。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：喂，人人都係咁噶啦。但係如果咧你想真正理解佢咧，可以試下問：最近發生咩事啊？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聽啊？對你嚟講咧，最辛苦係邊一個部分啊？咁另一樣嘢可以試嘅咧，就係唔好急住去判斷，因為心理學發現咧，人好容易將人哋嘅行為歸因於人格。例如朋友遲到，咁你就即刻覺得佢一定係冇時間觀念啦。咁但係其實可能係關塞車或者屋企有事噶嘛。咁所以真正嘅理解咧，就唔係急住要為人哋下一個結論，而係首先承認我可能未知道全部嘅故事。嗱，理解一個人咧，從來都唔係因為你識啲咩好多心理學嘅理論啦，而係因為你願意慢啲，少一啲假設，多一啲提問，少一啲判斷，同埋多一啲好奇。嗱，真正嘅理解咧，唔係急住去回答，而係要等對方知道你嘅故事，我願意去聽完。嗱，最後咧翻到去呢個花束般的戀愛嗰度，咁男女主角啱啱開始拍拖嘅時候咧，佢哋有相似嘅興趣、相似嘅生活、相似嘅世界，咁所以理解對方咧好似好自然。咁但係後尾工作變咗，生活變咗，每日接觸嘅人同事都變咗，兩個人咧開始活喺唔同嘅世界嗰度，唔係話邊個變差咗，而係彼此嘅人生已經向唔同嘅方向去行。咁所以理解咧，從來都唔係一件完成咗就永遠都會存在嘅事，因為人係一直改變，而理解咧都需要一直更新嘅。嗱，最後做一啲總結啦。其實好多時人咧就唔係因為冇人幫自己解決問題而覺得難過，而係因為咧仲未有人真正聽明自己嘅故事，或者一段關係從來都唔係因為你終於理解佢，而係即使你知道理解咧係永遠唔會完成，你依然願意喺每一個新嘅階段重新認識眼前嘅呢一個人。嗱，因為真正嘅理解咧唔係答案，而係一世嘅過程。嗱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
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啲咩睇法咧，歡迎都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㗎噃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